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心经里面呢提到这句话，就是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但是往往我们做不到。道理是很好，道理是对的，这个是有智慧的人选择的方向，我们绝对很赞叹。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条件不够，我们呢习性很重，执着心很强，所以我们要想看破放下是很难。所以佛陀在教我们，这个时候你毕竟就是一个凡夫众生，会造无量的罪业，你有无量的烦恼。怎么办？所以你一定要靠他力，好好的念佛。你一念佛，阿弥陀佛发愿，就是要救度念佛的众生。他不管什么对象，不管你在什么地点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，只要你愿意相信，好好念佛，发愿要到西方净土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那佛陀绝对不放弃你，永远永远不放弃你。现在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报告五蕴皆空这个道理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各位大家听。以前呢，有一个国王，因为他心爱的王妃啊生病而过世了，悲伤过度，他不思饮食啊，每天就是以泪洗面，陪伴在王妃的遗骸旁边。虽然许多大臣呢都劝国王说要节哀顺变呢，千万不要过度伤心，但是却丝毫不起作用。有一天呢，刚好有一位仙人呢来拜访，这个大臣呢就将国王的情况告诉了这位仙人。仙人就向国王说啊，我不但可以说出王妃投胎的地方，甚至于我可以让国王直接跟他来交谈。国王听了以后啊，哇，相当高兴了，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姻缘呐，立即要仙人带他前往。当仙人引导国王走出这个庭院的时候，就指着正忙于搬运牛粪的甲虫啊，就说了，国王，这一只正是你生病过世不久的王妃，她现在已经投胎了，转世成为吃牛粪的甲虫的妻子了。国王感到相当惊讶，并且很生气地说，你怎么可以污蔑我的妃子呢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仙人就回答说，国王，你不要不相信，你仔细听听他们在讲话，你就听吧。仙人说完呢，就呼叫着甲虫，那时候就听到了王妃回答的声音了。国王呢就问着甲虫说，你喜欢生前的我，还是喜欢甲虫先生？王妃就回答说，在我生前受到国王的恩宠，我过着很幸福的生活，不过往事已如遗渊了。现在的我当然喜欢吃牛粪的甲虫丈夫啊。国王听了以后如梦惊醒啊，回宫以后啊，立刻命令大臣埋葬王妃的遗骸啊。各位，这个公案对我们启示很大。以佛教的立场来说，所谓我这个东西，实际上并没有我，并无我的存在，仅仅只是由五蕴合所成的身体而已。用假的名称就说这个是我，只不过是如此而已，所以我们就称呼就是假我。因为我们智慧不够啊，看不破五蕴所合的这个假的我，还误认这个假我为真正的我，所以呢就珍惜不已，执着不放啊。任何人如果违逆，让这个假的我来生气的话，我便起了贪嗔痴慢疑骄慢怀疑，还有我见等等这6个根本的烦恼，甚至于杀害他人的生命，来满足这个虚幻的假我。我们造下了无量无边的恶业，果报现前的时候，我们徒呼奈何啊。国王就是因为看不破王妃了这个假体，所以看到他死后呢，仍旧执爱不舍。殊不知啊，王妃的神识早已转世投胎去了，这个死的尸体终究一定要腐败啊，毁灭。
即使你做成像埃及的木乃伊啊，能保存几千年而不坏，但究竟还是一具不折不扣的死的尸体啊，毫无任何意义存在，又何必徒留伤悲在这个人世间呢？各位，佛老早告诉我们，佛说真实佛法中虽空亦不断了。这个意思就虽然我的身体不可能永远存在，最后地水火风因缘毁灭了以后，各位，我们成为一具尸体，那么到最后火化变成一具骨头了，就随便在路边埋葬了。所以哪一个是你的呢？本来身体就是空的东西，是因缘假合而成的。但是一不断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不断？你的神识永远不会断灭的，不会中断的，不会间断的。你的神识离开了你这个肉体，还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根据你现在所作所为，那么你会自然感召善业就到善的地方，如果做了恶业，自然感召到黑暗的地点。这个是因果，所以佛一再告诉我们，万法皆空，但是因果不空。这个道理我们要很清楚，不要把身体紧紧的抓着不放，我们要能看开，要能放得下，照顾你那个神识，你的灵魂的本体。你要尽量在有一口气在人世间的时候，好好的为众生多做一些善事，多广结一些善缘。如果你能秉持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，以后你种的善因一定有善的果报，未来你的前途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无限的光明，无限的幸福。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十方各界念佛的莲友们，大家一定要警惕在心。这个身体是暂时借我们用的，是个臭皮囊，它不可能永远留在世间，它有生老病死的这些变化，有变化的东西就说明了是个假象。虽然是个假的，我们要借假修真了，利用这个身体来力行善事，能广结善缘，培养福报，必然感召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。希望我们大家互相来勉励，同时也借这个机会，先给各位大家拜个早年啊，新年快乐！师父这么想，师父是专门弘扬净土法门，而且是一个汤力的念佛。我希望大家都能成就。那怎么成就？你要信心念佛。各位，佛告诉你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你肯愿意相信念佛，发愿要西方，我绝对永远不放弃你，我永远要救度你。佛如果他不救度念佛的众生，他发愿绝对不成佛。今天他已经成佛了，所以我们绝对相信佛绝对要兑现他的诺言，对众生的誓愿。所以我们很相信佛绝对不会欺骗众生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介绍，我们一定要建立念佛的信心，而且勇往直前，大家一起努力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